会晓写免别人对阮的过犯。有人因为家庭上、职场工作上，也是身体上的需要，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朝拜你，恳求上主赐福伫因，互因甲因的家得到你的保守、平安顺遂。伫这主要所受难，搁我的祭旗，我回想主要所倚如入城，正人也赞成伊拥护欢呼。主要所受难，正人离去，主要所被钉死是伫架顶，主要所三日后搁我，互我会当有份伫即个替死的忧伤，甲搁我的喜乐中。我为着美国，阮所住的大陆地区，为台湾，为阮逐人的故乡祈祷，求你赐福保护，求你互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会当为着世界和平来努力，人权得到尊重，公平正义得到保障，灾祸的所在得到及时的帮助。阮自己一家互相关怀、互相帮助，真是团结。愿你赐福愿意文牧师、林思义牧师，伫因两位的领导培养下，互这个教会真是祝福人的所在。互来到遮的乡亲，身体得到发足的福气，重新得力来行头前的路程。特别上帝，阮也带来阮的喜怒哀乐、辛苦悲痛，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求你听阮的感恩甲祈求，互阮伫苦难中来学习顺服。有姊妹伫病床昏迷不醒，求你互伊有气力醒起来。兄弟有法力，互遐个人的细胞受到控制消除。有安排要开刀的，互伊得到照备的医护照顾。特别思念阮中间行动不便，需要伫家看护的时大长辈。求你保守因，恩待因，赐福因身心安稳，也赐福阮每一位有换心正直的侍奉同在。互阮拢得到你的恩助，互阮大家拢伫你的旨意带领下，一切圆通。愿一切荣耀、乐拢归天的爸上帝。安尼祈祷、恳求、甲感谢，